師傅同埋阿鐘師傅啊，兩個真係演繹得非常好。我個拍檔阿辣椒姐佢諗住叫你唔好講，等我講嘛。咁而家你出到嚟，梗係你講啦，你係師傅，我又唔講啊，你講咁鬼嗲嘅，哎呀！聽完一首咁悲嘅《二郎橋》就陰功。OK， 以下落嚟呢一首咧就好興奮嘅嚇，又係打人㗎嚇，打車嗰啲添啊，仲要。衰亂月、海瑞啊，嚴嵩係咪嗰個？通常都係咪一個嚴嵩啊？阿海瑞就捉咗佢個仔，阿嚴嵩咧就走去鬧完之後，亦都俾佢拘禁埋，跟住阿貴妃咧就真係去責問佢啦。我就知道一個權傾朝野㗎喎，好犀利喎嚇！到頭來都係我啦嚇，睇下阿衰亂月，睇下佢點樣去打爛佢嗰個亂語啦。係啦，嗱，海瑞頭先我哋個演唱嘉賓啦。李大偉好嘢，梗係好嘢啦！人哋話咩啊？大偉大局啊，齊齊操曲啊！不過就好可惜啦，操親曲都冇我份。操曲可以唔使預我，不過飯局要預我因為我都好刷得㗎。一陣間預你啊！你快啲好吹啦！一陣間。另外咧就係我哋閨秀唱家啦，曾燕詩。兩個都係叻人喎。梗係啦，睇下佢哋拍埋個火花點樣先。之前嗰首咧又係好乜嘢啦，阿 David 就唱得好勁啊！睇下呢首衰亂住佢一樣係咁勁，睇下佢點樣打佢嗰個車啊！好啦，有請李大偉先生、曾燕詩小姐。有請兩位。請顧問
滿堂海一歲，只因嚴嵩父子罪惡滔天，背部緝拿嚴世蕃歸案，明日便開堂審訊，定作嚴懲啊！剛才太師闖府，搗亂公堂，我已將他責打驅逐。他定難善罷，正一時。此時有幸懲奸令，下朝立志，正朝公哎呀！蘭亭熱淚含冤書，卷卷狀詞控告嚴家案。是誰？原來是娘娘駕到。緩步下清街，躬身望下拜。何時宣尊降貴，親自操馬房？夜速過金，小惡奏。是否
條，你且對哀家講嚟。如此說，你有聽，你要講，聽一到啦。講上來。你弟郎不阿基，亂那國阿公，身居四省都督，即刻澤光，誰叫他擅離信那地，日下經浪，做戰功蒙聖上，私通倭寇亂國防，家族濟貧燒流汗，萬民燒死梅花江，強擄民女邪黨，壓奪民財每天糧。我身居御史靖江上，拘禁亂臣，成於案。我呸！嚴家忠義，君臣讚賞。你痴王信後，無滅眾壓梁。我來問你，你話西範新的先例？冇錯，是我親自捉拿，在花街柳巷。你話佢通鍋賣國有證啊，有真裝。你仲話佢焚燒災民，傷者嘛，常養生在破廟上。仲有啊，你話佢淫辱民女，哈嘛，他被本官安頓在山房。哎呀，不好！哼，至驚咧。
似豺狼，心咩寒？他要使劣跡蓋章，他會暗盡官，似風太莽撞，竟向間有逼，換轉秋波放尾浪，用計授權與欲，難如你望。莫不是離天大罪，也可以用爵祿嚟轉讓啩。你寧不知嚴家勢大，甚知這槍亦這亡。我一向耿直無私，未涉吹染附和。真是天堂有路你不放，地獄無門你趕路亡啊！
王，哀家要。你要的什麼啊？哀家就要受苦救人啊！大膽刁良，搗亂公堂，而且抬頭一看，這是什麼所在啊？大羅衣冠，係真下你，代天鬥賊，代天鬥賊。驚咧！哼如不親提排邊在，沒了還敢擅唱曲。皇王聖眷有特權，難道你敢對哀家施刑杖？嘿，用欺壓清官，妄想強把世犯平安釋放，被因世高張，越方不惜犧牲，哪恨徇私背量？你頭先好似冇乜大公鵝嚟咁啊！你睇下我啲牙差啊，台上台下幾多牙差一齊嗌嘅，陣間張牙差勁咧！俾你聽多次啊！張牙差，誒，東張營，官家如斯，狂嘅夢。堂堂聖眷，你敢？咩唔敢啊？呸！你夜闖官衙，我有聖上嘅御旨啊！冇噃，嘿，咁佢有6部嘅文憑啊？都冇噃。嘿，搶嚟！一無聖上御旨，二無6部文憑，與刁良何異？入嚟！幾犀利啊！我哋與人動眼型，我愛你。呸！哀家先重招課，就是金鑾大殿。咁又點啊？哀家拜神。擺上一點啊！耶左地即係左地。拜神。咁又點咧？耶左地更加左地。何佢一個小小嘅督察院堂啊！第一呸！有道是天子犯法，與民
同罪。阿姨們，翻晒工咁滯啦，再嚟一次俾你睇下啦。阿姨們，勁啊！喐佢！少幾耐？難動意形象，佢極歪講，豈可坐視輕槍。好，我要他來得威風，走時落幕。阿姨們，封晒大門口啊！再嚟俾你睇啊！阿姨們。手持白挺，將佢黃家駒打碎。領命。哈哈，哈哈，哇！哈哈哈哈，真開心啊！放心啊！一門老少，合家平安啊！唔使拋我啊！一嚟大家，都話你冇大公婆嚟㗎啦！全正啊！